據各位巴拿馬老闆注意，商品需標明稅後實價，促銷承諾要跟足。廣告公司62710885編譯，請轉發注明出處。2025年4月30號，巴拿馬國民議會喺第3次審議中通過咗第185號法案，對2007年嘅消費者保障與競爭法中第45號法律作出修訂。新例規定全國所有銷售渠道必須清晰標明商品同服務嘅最終現金價格，當中要包含晒所有稅項同附加費用。根據新法例，如果一件貨品或服務標示多個價格，商戶必須以最低嗰個價錢賣俾客人。呢個法案由 Famos 黨議員奧古斯托·圖托·帕拉西奧斯 Augusto Tuto Palacios 提出，主要係為咗防止消費者埋單時發現價錢同標示唔夾嘅情況。新規仲禁止商戶使用可能誤導消費者嘅定價手法，例如唔准喺價錢牌上刻意寫低折扣金額嚟引客買嘢。至於特價促銷，例如清貨、折扣優惠等，商戶必須喺當眼位置標明件貨過去3個月內嘅最低賣價，同埋而家嘅優惠價有幾多。值得留意嘅係，帕拉西奧斯議員原本想修改消費者保障法第71條，擴大消費者嘅取消交易權，但因為消費者保護與競爭管理局 ACDCO、巴拿馬工商農商會同埋國家私營企業委員會反對，最後提案冇被採納，所以現行規定仍然有效，即係消費者喺上門推銷嘅情況下，可以喺3日內冇責任取消交易。而家消費者保護與競爭管理局會負責監管新法例嘅執行，對違規商戶作出處罰。當局亦呼籲市民透過官方渠道舉報違規情況，確保市場公平運作同埋資訊透明。而家呢單法案已經交到總統穆利諾手上，等佢拍板簽唔簽署生效。如果通過咗，政府要喺4個月內訂好配套法規，新例會喺頒布1年之後正式實行。廣告整招牌找我們62710885承接各類招牌、橫幅、燈箱、發光字、3D 立體字、印章、名片、宣傳單、商業活動籌劃等。微信號 Lisa Panama。字批發零售 Falius 全國最低、最實惠的電子發票銀櫃、新機、電子簽名、發票。歡迎諮詢中西語67511824 WhatsApp 電話同步。字受巴拿馬卡門莊園及艾麗達莊園的季夏咖啡水洗原豆專享專線62710885限量發售，收藏給風味，一杯開啟季夏世界的大門。廣告位招商。